来看位伫桃园甲新竹各界的福兴溪哦，有民众反映讲，最近是真臭，溪里有真侪死的鱼仔甲毛蟹。桃园市环保局嘛有去现场稽查，发现讲有可能是一间环保公司排出来废水污染到河川，会来处罚。溪流中毛蟹甲鱼仔大量死亡，也散发出真高的酸臭味，互人闻了想要吐。桃园市环保局顶日接到民众陈情，位伫桃园德关交界的福兴桥、杨寮桥段出现黄色废水，疑似附近的工厂排放废水，污染河川生态。整个影响到这个整个福兴溪的一个生态，所有的那个毛蟹啊、鱼啊，那像福寿鱼最不怕脏的那种都受不了的。桃园市环保局表示，因为地点位伫桃德交界，甲新德关环保局共同会勘，河川有淡薄黄色的废水残留，现场采样检测水质，酸碱度是中性，无重金属、铜甲镉反应。向顶面调查发现，污染源是新德关新丰乡一间将树搭配木材可利用的环保公司。后续呢，新竹县环保局依违反废氢法的第31条跟36条，分别开罚6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桃园市环保局表示，新德关环保局除了依废清法告发，另外针对河川污染情形，也以水务法30条进行告发，会当处3至300万的罚款。未来也会甲新德关环保局共同合作，加强这个区域的巡逻频率，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